琴驚醒夢中師。
平台威震四方。
個咧係表演或者其他嘅所以自己嘅時候咧揾張紙仔攞名單交俾負責團。張達成副會長、黃成祥副會長一齊帶領各位嘉賓同埋同伴向周標宗司神位行3鞠躬禮。我哋可以3個人一行排喺神位面前。好，我哋開始嚟1鞠躬，再鞠躬，3鞠躬，禮成。現在大會正式開始，各位嘉賓可以先行就座。恭請本會主席石家傑主席為大家致開會詞。咁多位議員、咁多位武林前輩、咁多位大家嘅同伴兄弟，大家晚上好！又嚟到1年1度嘅周標寶誕，咁我都好多謝咁多位，每一年都好支持我哋中華周標嘅同伴啦，每一位咁多位嘅武林前輩又好，武林同伴都好，大家都一直支持住，每一年都支持住我哋今晚嘅會慶。咁我想致最衷心嘅多謝俾大家先啊！每一年去到呢一刻咧，其實我都好多嘢好想講㗎嘛，但係太多思緒好難去組織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喺武術嘅道路咧，其實有陣時又會覺得得自己一個好似好孤單，但係同一時間又好似好團結咁樣。喺我哋每一次自己夜晚喺會度練習啊，或者我哋喺度自己喺度做可能做健身又好，或者我哋練功夫都好，每一次做到好攰、好氣餒嘅時候，都突然之間有冇乜辦法？係咪好攰咧？係咪要唞一唞咧？但係調翻轉頭，我一望翻在座咁多位一齊坐喺度，我就覺得亦都好溫暖，因為有你哋喺度一直支持住我哋每一次嘅活動，每一次嘅難關，我哋都一齊過。所以我每一次都再一次衷心大家今晚嚟到我哋嘅會裏面，多謝咁多位。多謝石主席啊！接住落嚟咧係我哋本屆職員就職監誓典禮，我哋現在先恭請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學鋒議員主持監誓典禮，請本會職員準備。宣誓啊！請各位原諒我，舉起你嘅右手，我讀一句，大家跟住讀一句。如謹以至誠，終身服務於本職。謀求會員福利，社會康樂，不營私，不舞弊，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嚴厲之處分。謹誓，宣誓人。好，恭喜晒，禮成，非常感謝。感謝楊議員，我哋先行就座。接住我哋現在有請中西區區議員楊學明議員主禮，請工會會長陳近強會長代表接受。有啲陳會長。好，禮成，感謝楊議員，亦都可以先行每位就座。接住落嚟咧，我哋現在想恭請我哋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學鋒議員致辭，有請。多謝主席，咁多位嘅武林前輩，咁多位嘅兄弟姊妹，大家晚上好！好高興咧，今晚能夠出席我哋周標嘅寶誕。咁啊，其實咧每年我都嚟喺度咧，亦都睇到我哋中外周標咧兩個字，一個係傳，一個係承。傳係咩咧？透過武術，中華武術去發揚光大。我哋見到好多外籍嘅朋友都去學習我哋中華武術。承係咩咧？我哋亦都見到好多小朋友不斷喺度支持我哋，參與到我哋中華文化嘅傳承。
我哋好希望中外周標能夠繼續發揚光大，將我哋嘅中華武術繼續傳承落去。喺度祝願中外周標嘅會務興隆，大家都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各位。接下來咧，我哋係接受調整期俾本會優越學員㗎。咁呢個學員喺過去2025年咧，至今代表本會參加咗本港各個武術團體舉辦嘅比賽，亦都係取得非常之優異嘅成績。而佢哋所有嘅得到嘅獎品咧，都會存放喺本會，所以咧，本會亦都會頒發翻獎狀同埋錦旗俾佢哋以作紀念㗎。咁我哋又要再一次邀請我哋陳議員為我哋主持頒獎典禮。現在有請我哋香港立法會議員陳議員主持。我哋首先邀請我哋嘅劉志時、黃志晴嚟到台前。劉志時同黃志晴喺2026年嘅全港公開武術錦標賽青少年組別嘅傳統器械組，分別係獲得金獎同銀獎。我哋接住有請我哋嘅張永傑同門。張永傑同門咧喺2025年招商局中華文化節中國傳統武術邀請賽男子成員組係攞到拳術嘅殿軍同埋長器械嘅殿軍，亦都請我哋嘅同門嚟到台前。小傑，仲有一位啊，陳議員請留。係啊，主席。仲有一位啊！多謝陳議員，陳議員開招呼位就座。咁我哋就有請中西區區議員楊開榮議員頒發我哋以下嘅獎項。得到獎項嘅同門係莫家明、莫俊峰、張永傑。喺我哋2026年度嘅全港公開武術錦標賽青少年組傳統拳術，莫家明獲得金獎，莫俊峰亦都係獲得金獎㗎。而2025年嘅守護杯第20屆香港國際武術節暨峨眉杯未來之星國際武術大賽，張永傑攞到以下嘅獎項：傳統南拳金牌、傳統南拳長器械金牌，以及傳統南拳短器械金牌。每年我哋嘅張永傑同學攞到非常之多嘅獎項，亦都可以經常見到佢。感謝楊議員，接住落嚟我哋可以先請楊議員留喺就座。繼續我想請我哋嘅中西區區議員楊學明議員同我哋頒獎。以下聽到名嘅學員可以先嚟到台前，包括高俊豪、高星宇、張永傑。喺2025年6年度全港公開武術錦標賽，高俊豪獲得銀獎，高星宇亦都係獲得銀獎嘅。而喺2025年勁舞飛人第33回省港澳武術錦標賽，張永傑攞到拳術同埋短器械嘅金牌。多謝楊議員，可以先無緊入座。接住，我想恭請我哋嘅香港中國國術名師總會江佩偉主席主持頒獎。唔好意思，仲有一位係手。感謝楊議員啦，再次我哋邀請我哋嘅江主席為我哋主持頒獎典禮嘅。咁我哋聽學員嘅聽個名同親上到台前咧，就係陳永希、黃仁傑兩位同學咧，分別喺2025-26年度嘅全港公開武術錦標賽獲得銅獎，同埋有請我嘅張永傑同學。張永傑同學喺2025年度嘅第27屆香港國術武術節比賽係獲得全能組第2名獎座，拳術組金牌、長
在有請鄧柏宇、林家興、張永傑兩位同事。鄧柏宇同林家興分別係獲得香港中康武術錦標賽2025-26年度嘅銀獎同銅獎，而張永傑係獲得精武體育會103週年全港傳統武術公開賽拳術金牌同埋長器械嘅金牌。大家請阿張永傑上台啦。張永傑嘅名字不斷出現啦。多謝李主席，現在李主席開始回位就座。繼續我哋有請本會嘅法律顧問余超卓大律師為我哋頒獎。請張永傑嚟到台前。呢個張永傑嘅得到嘅獎項非常之多啊！我哋可能要稍微聽下讀一讀啦。咁喺2025年度嘅中國香港南北國術總會，張永傑分別獲得傳統拳組冠軍4柱杯、傳統拳金杯、長器械金杯、短器械金杯。非常感謝我哋余律師為我哋頒發呢件咁多樣獎座。先請我哋余律師回位就得。張永傑請立喎，因為繼續落嚟都仲係你。我哋現在有請本會陳近強會長頒獎。張永傑同學喺2025年度嘅中武傳承香港國術武術大賽喺 H 組全能第1名金杯，拳術組金牌，長器械金牌，短器械金牌。真係要多啲掌聲，我哋張永傑同學。請繼續留到張永傑同學，都仲係你啊！我哋現在先請我哋嘅陳會長回位就座。現在我哋恭請我哋嘅本會長李恒信會長為我哋頒獎。張永傑同學咧喺2025年度第12屆國際武德杯傳統武術邀請賽獲得拳術金牌、長器械金牌、雙器械金牌。感謝李會長，亦都再次恭喜我哋嘅張永傑同學，可以先我哋翻休息下啦，因為佢都真係攞得非常之多嘅獎啦。好，我哋俾多啲掌聲佢啦。接住落嚟咧，因為咧我哋有啲學員咧，其實喺過去嘅1年年度裏邊，其實攞咗好多個獎項，但係目前就唔喺香港，亦都未能出席我哋今日嘅晚宴，咁所以我只會讀出佢哋嘅獲得嘅獎項。咁而分別就有我哋係李宜川同學咧，喺2025年度勁舞飛揚第32回嘅武術邀請賽獲得南方拳金牌，香港精武體育會傳統武術公開賽分別獲得拳術同埋長器械嘅金牌。而2025年度中國香港南北國術總會第17屆國際及香港校際武術大賽，李宜川同學繼續係獲得學界組嘅長器械金牌啦，拳術金牌。咁佢喺我哋嘅2025年度勁舞飛揚第32回武術邀請賽咧，我哋另一位同學李如山咧就攞到呢個銀牌同埋拳術嘅金牌。喺中國香港南北國術總會第17屆國際及香港全港校際武術大賽裏面獲得兒童組嘅競賽武術套路拳術金牌。2025年及2026年度全港公開武術競賽及傳統錦標賽裏面咧，分別有以下成員係獲得唔同嘅獎項啊！我哋有歐成軒獲得青少年組傳統拳術學獎，陳晴峰獲得青少年組傳統拳術獎項，陳瑞堅成年組傳統拳術銀獎，江浩琪青少年組傳統拳術銀獎，劉卓榮青少年組傳統拳術銀獎，劉少棠青少年組傳統拳術學獎，劉子全青少年組拳術金獎，黃子堅亦都係獲得呢個青少年組傳統拳術嘅銅獎嘅。接住嚟仲有我哋嘅袁善之青少年組傳統拳術嘅銅獎，同埋李永興係青少年組傳統拳術嘅銅獎㗎。非常之感謝我哋各位主禮嘉賓，亦都恭喜我哋各位學員喺過往嘅1年裏面攞到更加多嘅獎項。咁我
我哋希望佢哋來年咧繼續努力，為我哋會係獲得更加多嘅榮譽同埋獎狀㗎。接住落嚟一種係我哋致送紀念品俾主禮嘉賓嘅環節，現在我哋邀請我哋嘅石家傑主席主禮。現在我哋恭請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學鋒議員接受。感謝陳議員。繼續我哋恭請中西區區議員楊安榮議員接受。好，多謝楊議員。接住我哋恭請香港中國國際龍獅總會主席江佩偉主席。有請主席。我哋繼續恭請香港中國國際龍獅總會副主席李玉福副主席。多謝李主席，亦都多謝各位主席嘉賓。好啦，咁接住落嚟咧，將係我哋嘅醒獅表演。咁我哋嘅醒獅簪花掛和點睛儀式咧，我哋想恭請我哋香港中國國際龍獅總會主席江佩偉主席嚟主理，同埋我哋請我哋嘅獅隊朋友，我哋嘅請準備啊，江主席，前啊。可以開始啦，有請我哋江主席主禮。日出東方，感受靈光，周家拳棍。威震四方，獨上簪花披彩虹，周家功夫顯雄風，周標宗師傳武技。周家弟子稱英雄，
我哋再次感謝咁多位主禮嘉賓啊！咁啊，主禮嘉賓可以先到台下就座。接住蔡理佛、陳錦輝師傅可以嚟到台上，同我哋嘅陳會長交換感情。接住我哋想請劉志強師傅、蕭國雄師傅、陳家傑師傅同埋李美麗主席準備啦。我哋接住落嚟係會一個一個我哋上到台前同我哋嘅陳會長交換感情。好，再次感謝我哋同姓蔡理佛嘅陳錦輝師傅，接住有請蛇形標守門劉志強師傅可以嚟到台上。感謝劉師傅啦，我哋現在有請同姓蔡理佛嘅蕭國雄師傅，有請。跟住係我哋泰拳陳家傑師傅啦，可以先到台前做一準備。多謝蕭師傅，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泰拳陳家傑師傅。多謝陳師傅，接住我哋有請中國香港德舞會黎美麗主席。感謝咁多位主禮嘉賓，稍等。今日好高興嘅呢個中國香港武德會咧，德舞會德舞會即係武術同德行都係 No.1 嘅。咁啊，佢哋嘅總監葉滿堂總監咧，就今日就唔得閒嚟，咁啊佢咧就好有心，咁啊送咗3圍齋宴俾我哋嘅同門享用，多謝佢先。係喺呢度咧，我謹代表鳳形仙館葉滿堂總監，佢亦都係我哋德舞國術總會嘅總監嚟嘅。咁咧就致送咗有3張債券，係3圍，每一圍約價值係1000蚊以上嘅。咁希望咁多位成為幸運兒收到啦。多謝你，恭喜晒！最佳裁判證書俾本會嘅會長陳近強師傅啦，我哋請選師幫我哋拍照留念。再次多謝劉少光師傅為我哋頒呢個獎項啦，再次恭喜我哋嘅陳近強會長得到呢個2022年度傑出裁判。好，多謝。接落嚟即將開始嘅就係我哋嘅國術表演。首先，我哋有請我哋嘅中外周邊國術體育會陳近強師傅，將為大家表演周家雙刀。請張永傑進場。
哋表演伏虎拳，請劉志時準備。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一下。冇錯，繼續唔好停，掌聲。請莫俊峰準備。繼續落嚟有請莫俊峰為大家表演伏虎拳，請周標國術聯饒會潘浩博、李仲亨準備。有請潘浩博、李俊亨為大家表演小伏虎。梁家瑜為大家表演小伏虎拳對策，請黃俊軒準備。大家表演虎尾單刀，請陳思遠準備。
靚仔喎，接有影片龍門龍獅武術會嘅陳會新組嘅。家庭資料食準備。多謝周田總會，好，其實多謝阿古王，我哋繼續有請中外周日。掌聲古王。好啦，咁我哋繼續有請跳龍獅武術會嘅陳兆生為大家表演九環刀，請林卓雄國際體育會陳子晴、李偉俊。李偉俊為大家表演高隊英槍。點啊？你想點啊？點玩啊？郭正雄師傅打鼓，咁啊何漢章係打拳、打茶。OK。好啦，咁就係林卓桓國術體育會，請準備，大家俾掌聲。大家望一望阿郭正雄師傅呢度打鼓啊！周仁義堂總管周同為大家表演小十字拳。請周文健為大家表演萬字拳，多謝郭正雄師傅，請準備。
我哋繼續有請莫家銘為大家表演雙頭棍，請高進浩準備。多謝小朋友。羅漢拳，請用福堂梁敏瑩準備。好，大家俾掌聲鼓勵小朋友。為大家表演梅花拳。嗱，等一陣先，我哋邀請阿福嫂打鼓。哇，厲害啊！喂，快啲埋嚟睇嘢啦！而家咧係會加插一個咧，我哋頒發感謝狀嘅環節，為咗答謝我哋咁多年嚟咧有過到英雄好漢同埋唔同嘅同伴啦，一路支持住我哋本會，大家頂住我哋係同伴一家親嘅精神啦，大家都係手奉相助。咁咧我哋咧想喺呢個時候咧請我哋嘅石家傑主席咧係為我哋嘅咁多位同伴前輩頒發感謝狀㗎。咁我哋現在首先咧先想頒發俾中外周家國術總會。多謝。請周標國術聯會代表上台領獎，國術總會代表上台。國術總會代表上台領獎。請中外周間修前國術聯會嘅代表準備。Michael，這裡有。Michael，請中外周間修前國術聯會嘅代表上台領獎。省港護生馬林出國術體育會嘅代表準備。請你由國術總會準備。請
體育總會嘅代表嚟到台前接受我哋上身嘅一個獎狀。繼續我哋有請平洲少年團嘅代表準備。趙錦華師傅麻煩嚟到台前。準備啊！請中華國家體育總師奧賽會嘅代表上台。請中華州家善華國術體育會嘅代表準備。請中外州家善華國術體育會嘅代表上台領獎。請中外州家劉姓紀念體育會準備。請中外州家劉連光輝體育會嘅代表上台準備。請中外州家成員嘅教育準備。請中外州廣東新會仁義堂總管準備。我哋繼續有請我哋中外州家英勇堂九江少年團可以先嚟到台前我哋接受我哋嘅獎狀，同埋亦有台灣聚英會嘅朋友亦都可以嚟到台前希望大家可以先嚟到台前準備，我哋加快呢一個頒獎環節。接住嚟，我哋有請港區法律顧問余超卓大律師，同埋我哋嘅善元堂嘅代表，聚英體育會嘅代表。我哋現在有請我哋台灣聚英會嘅葉秀勝師傅嚟我哋接受我哋嘅獎狀。我哋現在亦都係有請善元堂嘅代表。可以嚟到台前接受我哋嘅獎狀，繼續有請我哋眾英體育會可以先嚟到台前準備啦。咁跟住亦都可以聽到名嘅樂翻嚟都可以嚟到台前先啦，包括有眾義花炮會、龍灣拳會館梁友根師傅、大聖劈花會冼立旭師傅。白梨太陽張正師傅，榮春派吳偉琪師傅，中國香港自由搏擊總會劉少光會長，
女鑽石國術委員會嘅代表。我哋接住有請龍灣拳會社會館梁友根師傅。自由搏擊總會劉少光會長，我哋先準備啊！有請我哋本會法律顧問余超齊大律師台前合掌。成哥冇乜波啊！好嘛？好啦，而家嘅龍獅團今日係冇資格，我想出嚟影相㗎，快啲啦！好啦，望鏡頭咯，小朋友，快啲啊！我數五張啊！5、4、3、2、1，影相！有利是，俾心機啦！仲有冇添啲啊？有冇人啊？冇反應嗰啲人，大哥添啲喎，添啲喎，嗱，阿經理，嗱，好，多謝你，多謝總會啊，多謝總會啊，哇，8個老師啊！慢慢嚟啦，唔使急㗎。上一支咧，佢今日飲咗幾多杯啊？有冇人知啊？有啊，3杯。哇，3杯打嘅喎。真係事啊！有個特別嘉賓就打落去啊！你係邊個？慢慢嚟，努力，大家俾啲掌聲佢。你阿福哥喺度啊？福哥舉手。得啦。好啦，鼓攞拍定先，
扶實佢啊！好。為大家表演。我哋有請台灣最英勇嘅曾勝韻準備。掌聲啊！我哋繼續有請曾勝韻為大家表演橫頭燈，之後有請高星宇準備。好，繼續我哋有請高星宇為大家表演十字雙刀，請黃子晴準備。周邊國術聯誼會嘅潘浩哲為大家表演小鷹走拳，請李樹強準備。李樹強為大家表演包爭刀，請黃子晴準備。
榮軒準備。繼續我哋有請黃榮軒為大家表演四平拳，請5-1準備。為大家表演雙頭棍，江楚瑜、鍾耀琪準備。請師神入準備。為大家表演柴莊拳，請鍾耀琪準備。
張刀，繼續兩場準備啊！表演啦，係由我哋中周邊個總監會梁春文為大家表演4名拳。希望我哋下年再見，祝大家我哋喺來年同埋今年裏邊都係會有非常之愉快。OK 啊，師傅，祝大家身體健康。OK。